今日我就參加咗由新創建舉辦嘅與 CEO 對談嘅呢個活動。我覺得同 CEO 對話呢個機會係好難得嘅。楊主光先生今日教咗我哋要依住自己嘅性格去選擇我哋嘅職業啦。做任何嘢呢，準備功夫要足，你一定係要不斷進步，唔好覺得自己今日滿於自己今日嗰個能力。因為我喺浸會嘅時候呢，就已經諗住畢業想去考幫辦。喺個3年裏邊呢，我就做好多嘅準備功夫，去鍛鍊自己嗰個領導才能。所以我參加好多課外活動，喺個過程當中呢，你就係鍛鍊緊自己嗰個領導才能，亦都咧令到自己冇咁怕醜。咁第二樣嘢你就英文啦。我雖然係讀 history， 同係副修科目呢，聽講睇讀呢，我都崩曬個英文㗎啦。除咗領導才能啊、英文之外呢，就係體能啦。成日去倡導自己有單槓啊、跑步啊之類嘅好多嘢呢，令到自己好 fit。咁你喺好多嘢充足準備嘅情況底下呢，你第日達到目標嘅機會就會大啲啦。我最唔同意一樣嘢呢，就係咩輸在起跑線啊！你望下地下有幾多條線？一定呢條起跑線啊？呢條唔得啊！仲有時個起跑線可以自己定㗎嘛，一路嘅有進步，一路嘅有改進嘅。咁你就會好快脆呢，會贏到人哋。除咗第一份工之外，以後轉工呢，嗰個工作或者工作性質，最好就係能夠近啲自己嗰個性格嘅。要望望未來嗰段時間長啲，可能5年10年，你個機會發展得大，放長遠少少，同埋喺個過程當中呢，都應該係同屋企人商量一下穩陣啲嘅。今日最大嘅得著咧，就係楊主光先生認為令到自己有目標先啦。首先跟住然之後向嗰個目標進發啦。創建生涯路就可以令到我揾到自己嘅方向或者同埋目標。做每一件事都應該要有充足嘅準備，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嘅成績㗎啦。咁希望呢喺大家人生路上呢，都可以幫到一點點。